很久以前，社会还被称为江湖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东方不败！你若再不交出葵花宝典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死期？你的内裤等到阴曹地府再补吧。补吧！哎呀妈呀，干啥呀？这是吓死个人了！欧巴，人家这内裤是特意为你织补的呢。人妖，看我如何鞭打你！有死小儿科，死吧，莹莹！莹莹，莹莹！混蛋！你对俺家莹莹做了什么？这几根针激我全身毒素，中招之后不仅毒素入侵，还会把她原本体内的毒素都激活到脸上！哈哈哈哈！撒拉夫白痴！呀！冲冲，人家都说无毒不丈夫。为了变成与你相配的女人，我遍访江湖名医，寻找排毒秘方，希望早日变成女儿身。原来葵花宝典就是最好的排毒秘方。
跟我去参加盘龙云海耀夜无毒美女争霸赛吧，把你的菊花宝典，是葵花宝典贡献出来，让世界少一点被毒素迫害的女人。当然你。哦。冲冲！